大家好，V 家堂，今日係3月30號，星河冠御府惠環輕軌站公園，惠州一中仲海校區最好嘅學校，精工品質，有高層，有公寓。哇！今日喜迎交樓啊！星河豪宅專家，精工品質，美好交付。今日恭喜業主回家。你好，歡迎回家。3公園環繞，惠環公園、中星公園、松山公園、樓盤對面萬達廣場，最好嘅惠州一中，仲海分校，城市繁華，再加埋惠環站輕軌站喺對面，非常正。